癌症一直係本港嘅頭號殺手。近年相關治療不斷推陳出新，繼標靶治療、免疫治療之後，CAR-T 細胞療法亦都係被寄望甚殷嘅癌症治療新方向。呢種新式嘅抗癌治療不但能夠用於治療白血病同埋淋巴瘤等血液腫瘤，香港大學醫學院最近更加首次採用內地 CAR-T 製品治療多發性骨髓瘤，不單止為引入內地新型細胞治療技術開創先河，更加展示此個療法喺未來或者可以俾更多類型癌症甚至實體癌症病人受惠。CAR-T 細胞療法嘅治療原理 CAR-T 細胞療法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IL Therapy 嘅中文全名為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療法，係現時最新嘅癌症療法之一。其原理同其他免疫療法有啲相似，都係利用身體免疫系統對抗癌細胞。血液腫瘤科專科醫生陳守仁表示，免疫 T 細胞本來負責保護身體免受外來病原攻擊，而癌細胞卻能夠隱藏自己，避開 T 細胞嘅攻擊。而 CAR-T 細胞療法就係利用基因改造技術，將從病人血液中提取到免疫 T 細胞，加入嵌合抗原受體，令 T 細胞能夠辨認癌細胞上面嘅特定抗原靶點，然後再將呢啲改造後嘅 T 細胞輸返病人體內，佢哋便會認出同埋消滅體內嘅癌細胞。佢以復發性零慢大 B 細胞淋巴癌為例，標準化療能夠控制病情嘅機會只有1至2成。CAR條法則可以將之提高1倍。其實外國喺大約10年前已經開始臨床使用 CAR 細胞療法，直至2021年引入香港註冊使用，將細胞送到外國進行基因改造嘅 CAR-T 療法，一次治療動輒需要數十萬美元。幸而近年內地醫療技術進步同成熟，成為另一個更具性價比嘅選擇。一直參與 CAR-T 細胞療法研究嘅陳醫生表示，內地嘅創新醫療發展十分迅速，近年更加見到內地 CAR-T 療法嘅更廣泛應用同普及，為本地病人提供更多嘅治療機會。而佢喺2018年便曾經到訪武漢嘅同濟醫院，當時該院嘅血液科已經提供 CAR-T 療法，成果相當不俗。後來亦都有本地病人被轉介到內地接受相關治療。縱使 CAR-T 療法仍然有好多不足嘅地方，但陳醫生認為 CAR-T 療法係具有發展潛力嘅癌症治療，相信隨住有更多嘅臨床數據支持，呢個療法可由較後線嘅血液腫瘤治療逐步走前，成為一線治療嘅選擇，亦都可以與其他抗癌治療如免疫治療等合併使用，以進一步提高療效。